大家好，我叫梁麗賢，就喺牛頭角下村住嘅。咁我先生姓張，咁又下村嗰啲街坊啊，個個叫我張太嘅。我係先生中風之後咧，咁我自己嘅心態咧就好似好低落，因為我又冇經歷過呢啲嘢係嘛，所以覺得好彷徨、好無助。咁後來咧就跟住街坊嗰啲義工介紹我嚟明愛參加呢個無障礙關注組以後咧，咁我自己咧都覺得係有大家嘅幫助，我係開心咗好多。就亦都學識咗好多嘢啊！喺嗰度就有義工同帶領我哋，就去見議員，就去見政府官員開會。點解咧？就一致嘅目標就係話將周圍嗰啲咧影響嗰啲輪椅嗰啲人出入嘅地方，如果唔平靜啊，或者太斜啊，或者有嗰啲危險嘅咧。咁我哋都係去爭取佢哋個即係參與之中咧，就嚟到搞好呢啲出入嗰啲嘢。